大家好，我係江洪先生。咁今日嘅視頻咧就主要講解宏福苑。香港大埔宏福苑咧就係琴日咧就發生一件災難嘅。咁呢件災難咧就係上熱搜嘅，就係全球都知道㗎啦。咁就係七級大火。咁據我所知，現在咧就係導致44個人咧已經係往生嘅。咁仲有270幾人咧係處於失聯嘅狀態。今日江洪先生咧就係用幾分鐘視頻講解宏福苑嘅風水格局咧，咁仲有就係從玄學角度嚟分析係點樣睇一座大廈或者一間屋容易有火災嘅發生咧咁首先我喺度咧就係事先講明先，咁你即係今日嘅視頻咧作為一種學術研究咯，就唔好話照搬我江洪先生嘅理論落去。喂，見到咁又話呢棟樓會發生火災唔係嘅。只係一種學術研究從陰陽風水綜合法嘅角度嚟講咧，發生火災咧，首先咧就有一種叫做氣流即係當個氣流形成摩擦點嘅時候咧，就係特別容易發生火災嘅我哋睇睇第一個例子就係央視嘅大樓央視嘅大樓咧。喺2009年咧嘅2月咧就發生過一次火災嘅我哋睇睇嗱，呢棟就係央視嘅大樓，呢個大嘅呢個細嘅咁佢喺呢個位置咧形成嘅起火點，發生火災。點解佢喺呢個位置發生火災咧？咁學過陰陽風水綜合法嘅人都知道㗎啦，因為呢個氣流特別強嘅，形成一個摩擦點個氣流相碰嗱，你睇央視大廈嗰個形局，佢呢個形局個氣咧就係順住嗰個形局嚟行噶嘛。咁你嗱，佢座大廈係咁嘅形狀，咁你嘅氣咪順住咁行到呢個位置。咁然後啊，你睇棟建築，呢邊高，呢邊低啊嘛。高嘅氣一定係順住由高到低走到呢個位置。咁兩氣相交形成一個摩擦點咁所以央視電視台喺2009年咧就發生過一次火災嘅。個起火源咧就係有一位朋友咧就係燒煙花，就唔小心咧就係射到呢個位置，咁導致咧整棟大廈呢個位置就起火嘅喺2009年。咁我哋再睇翻宏福苑先啦。咁宏福苑點解會有火災發生？我首先再一次聲明先，學術研究即係唔好話見到咁樣就係會發生火災，唔係嘅只係學術研究。我哋首先睇睇宏福苑大兩棟，即係兩棟大廈之間咧係咪個間隙好近目測嚟講大概3到50公分到啫。咁你3到50公分個氣流咪好強個穿透力咪好強因為氣係咁順住咁衝過去噶嘛。咁你好窄，咁你嘅氣咪好強個穿透力咪好強咁氣咪好旺咁再加上啲氣係順住呢度，由呢邊由高就走向低，個氣流咪好強順住呢度行。所以咧，宏福苑嗰個兩棟大廈之間個穿透力係非常之強嘅，形成一個摩擦力。再睇翻呢邊都係嘅。兩棟大廈之間都係好窄嘅，形成一個穿透力嘅再睇埋呢邊，呢邊都係，但係呢邊咧稍為就係闊少少但係呢邊咧就冇事啦，咁冇事嘅咁所以你揀屋嘅時候咧，特別係你陽台或者係即係窗台即係如果即係見到呢種咧，兩棟大廈好窄咧，大概3到40公分，我建議咧就係即係嗰種屋咧就唔好要嘅，因為好容易做手術，因為個力量穿透力係非常之強勁個氣特別旺嘅，所以揀屋嘅時候要特別注意嘅。即係第一咧，第二咧，我哋睇翻佢嘅屋個頂，屋個頂好重要嘅佢屋頂係紅色噶嘛，紅色屬火，再加上佢整棟大廈嘅顏色咧
都係有少少紅色嘅。佢唔係好紅，但係有少少紅色。嗱，依個最紅。嗱，我哋睇我畫一畫出嚟，係咪好明顯啊？就一個火嚟嘅，因為上邊一嚿嘢紅色㗎嘛，形成一個火嗰種形態。你睇係咪？依個第二點，嗰棟大廈嘅形局係嗰種火嘅形，三角形。三角形係屬火嘅嚇。咁其次就係咧，我哋睇睇宏福苑嗰個社區嗰個宏福苑社區嗰個平面圖，我喺上網揾嘅。嗱，我哋睇翻佢缺咗呢個位置，咁我哋補翻去嘅時候，係咪一個三角形嗰種形態？三角形又係屬火。呢種大廈嘅五行又係屬火，再加上個穿透力，兩棟大廈之間穿透力特別強，摩擦力特別旺。再加上佢咧就係近排就嗰個樓宇修葺啦，見唔見到啊？呢度咧屬木嘅，嗱，咁咪相傳咧就係話佢嗰個開發商咧，即係修葺大廈嗰個開發商咧，用嗰個即係啲材料唔達標嘅，即係遮住嗰棟大廈，即係防止啲灰塵跌落嚟嘅。嗱，即係呢種材料啊，即係呢種塑料係唔達標嘅。即係如果從玄學角度嚟講咧，呢種材料係屬木嘅，因為綠色屬木啊嘛，木就生火，係咪？咁啊火咪發生火災咯。即係呢個係從玄學角度分析，學術研究下。咁今日嘅視頻咧就係講到呢個 moment。